海边新娘，海边的人。我的朋友甲我点着烟，行伫村内槟榔树小路，日影遍地，山光海暗，比片分明。为即个地势较悬的海边看落去，阁是另外一番感受。因为遮的地势悬，向北迄撮沿海边仔修筑的公路看甲真清楚。沿迄撮路，伊正边的山，互日头晒甲皮肤变铁红色，山坪拢是青麻甲树竹。伊倒边的海影一直伫长公路的路基。即个海边正是沿海公路的要站。顺海边的地势，青仔一排种过一排，厝嘛顺即个地势，一排一排排来到海边下骹的港口。港口有一条白色海堤围起来，堤花外口的海水青滢滢，亲像魅瀑伫跳动。囡仔甲规阵的人开始为画画的石厝仔行出来，一部分人去讨海，其他的人伫海堤顶面的点仔开讲、行旗，也是保希望。因为喜事，我的朋友真乐痛。伊和村内人相借问，因的皮肤互春天的日头晒甲乌金乌金，大概是离开故乡伤过久，伊的眼神带着思乡的贪恋。伫行对因兜的路上，阮撞着真侪人，伊甲我讲起因村人的优点。看着阮村内的人，你有啥物感想无？伊问。因真亲切，真活泼。我讲，一种真吸引人的友善。敢干那安尼尔？伊讲，大概就是安尼。我哪行哪直讲，也有一寡是较无确定的。可比讲，因的身体结实，而且拢真斗大。对，伊雄雄叫出来，你讲了真对。安尼讲来。你的目睭确实有够利，你注意甲看，和别位的人比起来，因的骹较长，腰小看向后，身躯较短，面较宽较圆，目睭较乌较金。你敢无感觉阮村内的人较水？哦，是安尼。我晕晕仔伫想，将正手的粉交互倒手，讲。照你安尼讲，煞互我感觉是来到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所在。有影就对，伊点头讲，有关地方风土这方面，恐惊咧咱拢爱搁重学一遍。我捌遍过即个所在的族谱，可比讲北势海边，因大部分姓田、林、黄，因的祖先拢是北国的大族。毋过，根据我的了解，按人种来讲，尤其是生物的意义上，姓啥物毋是绝对的要素。我搁晕晕仔伫思考，将倒手的粉交互正手，讲，你讲姓啥物毋是绝对的要素？正是，伊表情认真伫讲，即块散赤、多变迁的土地。北荷兰中国的先住民、西班牙人、荷兰人、北地荷鲁人、日本人所固守，伫算袂清的海洋劫难甲磨练中，因娶某生囝，踮遮生，踮遮灭，参入足侪无共的血统，变做海边的人，一种充满地方风土的人种。我想，这才是值得咱去注意的。是啦，我开始感觉有道理，认真伫想朋友粗养甲强韧的性命，讲有理。你爱知影，北势海边甲龙背海边的人拢较早熟，毋过袂真紧就冷去，亲像遮所有的草仔树丛共款，早熟，毋过规年通天拢青莺莺。
当然，我讲，这是亚热带我热带的所在。你应该来看阮小妹，伊讲，较早伊是一个上水的查某囡仔咧，尾仔也去北地讨生活，伊有海边所有美丽的传统。正是，我讲，我正是要来看新娘。